我是属于跟垃圾车的，然后有看到的话，我们就司机就会搬下来让我撕。然后假如是礼拜三、礼拜五的话，我们是要扫地嘛，要扫地的话，看到也要拆。假如我们前面拆的话，他后面又跟着贴，他们都用那个浆糊去把它贴在那个电线杆啊，他连树干都贴啊。然后再冲洗的话，他们只要贴1个小时，我们可能要洗到1天至2天。因为我觉得这些小广告张贴在这个电线杆上，跟这些公共的地方实在是非常的难看，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能够拆除广告的这样一个活动来帮助我们的整个城市能够更干净。有当时啊，伫路顶啊看规条街啊路拢是广告做啦，讲啊嘿，有当啊真正足歹看的啦。顺这个势啦，就举手之劳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还不错只要透过简单的这个随手拆除广告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兑换礼券的机会。我觉得这样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活动。有当时啊咱沿路啊翘倒摆啦，是讲踅街，有当时啊看到刷手甲跳一个，其实嘿啦，迄嘛是真好的一个活动啦，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我们常常可以在路边的电线杆或者是电箱看到这样的小广告，严重影响市容的美观。台南市政府环保局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来拆除违规小广告，不仅可以换礼券，还可以参加抽奖哦。民众只要拆除纯广告纸3.5公斤，或者是纸板、珍珠板及 PP 板等广告物达7公斤，即可兑换100元的全联礼券，还可以参加摸彩哦。让我们一起来拆除违规小广告，维护我们环境的整洁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环保局清管科潘科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清净家园管理科的科长潘宝淑。最近我们推出师出有名拆除小广告的一个计划。我们为了要提升我们的市容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美丽，邀请民众一起来拆除小广告。只要纯纸类的广告达3.5公斤，或加其他的 PP 板、珍珠板7公斤，就可以换得100块的一个全联礼券。除此之外，加码送给大家一张摸彩券，来得大奖。预计在明年的1月，我们会总共有6个大奖来送给我们的民众。欢迎各位民众一起加入私广告的行列，让我们的台南市环境更美好，市容更美丽。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7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阮日本步兵第2联队军官宿舍群，不但被列为市定古迹，嘛是全台少数保留完整的军用宿舍。所以市府文化局将要开1亿5000多万来进行修复。上午正式举行动土典礼，估计伫3顿后重新甲市民来见面。拜。再拜3拜。伫市长黄伟哲、文化局长叶德山、甲立委陈天辉等各界贵宾的奖项祈求，以及东西南北中等各方面的动土拢推过后，伫公路321项艺术部落的这9栋建物的修复工程将正式动工。根据了解，受益于日本时期步兵第2联队的军官宿舍群已经被列为市定古迹。不过原本也无被列为文化资产进前，也曾经考虑拆除。伫各界抢救，市府8年前开始代管征收进行艺术活化，一直到今年总算会当动工修复。在我背后的这个观测群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包括它的一个园区，包括它的老树群，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景观都是相当完整，所以我们不忍看到一个相当完整的这样一个景观，具有文资身份或具有文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荒废，所以我希望说，借着这个
这个官舍群的修复，能够让大家缅怀到过去的，了解到过去的历史。虽然它是一个日本步兵联队的官舍，但是事实上它还是有历史上的意义。那让我们下一代可以了解当初日据时期，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想，我们愿意花经费，在这个士林古迹上来做一个整修。总共有8栋双拼以及2栋独栋的日式宿舍。那每一栋格局都相当的大，而且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庭园。那从2003年指定为市定古迹，一直到今天，总共历经17年，终于要开始修复了。那总工程经费大概是1.5亿。第因为修复工程雕像原貌的保留，规模庞大，要开1亿5000多万。伫中央甲地方合作，预计3档后重新甲市民见面。对于这个日军步兵第2连的宿舍，其实我们已经期待很久哈。那这预算当中有大概7600多万是我向中央文资局来争取，希望说可以来协助到地方，那由市政府来出1亿多的预算，那将近2亿，希望说能够分4年把它完成。那原本这个地方是要被拆除的，还好我们大家有极力把它抢救下来。伫政人的期待之下，3档后古迹修复完成，嘛将结合在地艺术文化甲工艺，形成台南另外一个创意特色的古迹园区。今日新闻管制张硕维采访报道。伫今年2月初，仁德的成功里有规划一个车站工程，经过里长持续的投入，正式举办启用典礼。交通部长林佳龙、内政部处长陈宗彦，各多位民意代表乡亲拢到场见证。现主时，这个所在已经成为网络拍卡的热门景点。伫简单隆重的仪式后，有条车站正式来启用。虽然讲是车站，但其实这是位伫仁德区成功里的特色公园。虽然里内有基美博物馆等知名的景点，但是林调并无进到社区。当地里长郑清娥为了带动当地的发展，同时结合历史文化，特别规划了这个车站公园。现在公园顺利来完工，里长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甲民代的合作，上重要也是社区内里面的支持。我要足慎重的感谢阮所有的厝边头，才出钱出力，用心伫地方的。就亲像过去我一直咧宣导的，地方是大家下，毋是啥物人一个人下。我一个人就是一双手，所以搁再一次非常的感谢在地所有遮出钱出力的好朋友，咱遮大家共同来完成现阶段的车站公园。25号举办启用仪式当天，除了当地议员甲议长郭信良到场以外，交通部长林佳龙、内政部处长陈宗彦、立委陈廷辉、王定宇拢到场支持。会使看到里长的好人缘，部长致辞的时阵也表示，车站公园应该放一个车头，或者是车厢，所以伊也会努力来合作。我知影乡亲嘛足期待，吼，包括咱的这个廷辉委员，吼咱的这个咱在地政府吼，拢真期待。是毋是搁甲交通部长质询一下吼，看会使摕一个看车头还是车厢吼？火车站总是要有一个车厢吼，无来咱遮，咱来继续努力，因为铁路局是交通部的单位啦。里长差不多这个公园吼，我印象中无唔对吼，上无差不多2个月前就甲我讲啊，吼，就讲这个伊安尼一步一步安尼慢慢啊甲整理款，已经整理甲遮尔舒适，有互咱一个里内。一个属于有咱在地特色的公园吼，所以真正恭喜大家。未来我相信咱这个特色会当不仅是咱里内啦吼，会当使用，嘛会当吸引真侪外口吼，来到咱里内来，咱就变主人，欢迎大家来。对一开始打造公园的时阵，就大力支持的立委陈廷辉。活动当天也特别准备纪念邮票提供给民众。立委也强调，针对部长所讲的车厢或者是车头，因也当咧积极来争取。因为伫开始，咱的里长就用心咧规划这块所在的时阵，他一直希望咱过去咱牛条的车站迄个景致，是毋是会当重新在我们地方来呈现？
伫咱牛潮啊，咱这个旧地名成功里的旧地名，这个牛潮这个所在会当中心来互大家看到过去的景致。所以一开始我们慢慢的跟我们铁路局沟通，希望能够把废弃的一些整木铁道能够来到我们的成功里。啊，咱嘛感谢地主啦吼，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代吼，愿意提供这个所在，互咱的里民有一个新的活动的空间，这是非常无简单。我们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大家共心协力，较有法度把这个所在完成到咱即马这个境地。开幕当天，邮局也特别安排了临时的邮局，互民众会使伫遮寄批留下纪念。这个车站公园位伫林德区成功里街，虽然伫巷仔内面，但是非常的好找。喜爱铁路文化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特别的车站公园。但新闻国无以采访不到。台南市会公务委员会上午又召集人林美燕号召，包括蔡淑惠、罗坤福、周丽珍甲尹爱达里等议员，实地会勘共37用地。这块地占地1公顷外，委员会建议调向多目标使用，提拨15%的建蔽率，兴建大拿里活动中心。位伫大拿路靠近少年关护所，这块共37个用地，占地大约1公顷外。目前只规划部分的简易停车场。议会民政委员会上午邀集市府的干部、民政甲区公所的人员共同会勘，希望调向多目标来使用，并且编列大拿里活动中心的规划费。今年在那个大林活动中心这个1.0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规划费的预算嘛，一定要进来啦。那至于前置作为什么多目标的多功能目标啦，还有一些新地就是一些工程的部分啊，这个我想相关单位自己去协调啦，把它完成啦。目前这块用地是公37用地然后面积大概是1点多公顷，然后依照多目标使用的话，可以做15%的建蔽率大概是可以做到500坪的左右然后去可能是要从民政局那边然后牵办多目标使用的话，核准后就可以做活动中心使用。大拿里长刘祥明嘛表示，人口密集的大拿里，因为一直无一个活动中心，因此多年来一直甲大中里共用。不过现在因为空间哪来哪无够，因此提出争取活动中心。我要的原因是第一个，它的空间使用不足；第二个，它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停车辆；第三个，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好一个空地，我想要积极争取一个活动中心的地方？好，我也知道消息，现在单独盖活动中心没办法，要多功能。所以我当初提的案子是1楼活动中心，2楼长照中心 A 级的嘛，不是很好，现在老人越多。3楼室内健身房，因为附近体育公园，下雨天大家可以来这3楼运动，这不是很好吗？结果案子一上，反映要6000万200平，你说现在多砍半。那你又跟我说要多功能的目标，我跟你说多功能，你又把我砍掉，说不能，那你叫我怎么做？对此，市府民政局专门委员杨亚玲嘛表示，虽然该地是公有地，不过爱先由区公所提出多目标的使用，签准以后，民政局才会来编列活动中心的规划费。议会民政委员会最后嘛决议，要求民政局爱伫个年底进前将规划费来编列，若无将旧新民政局的预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乐活昆士湾活动，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延后，不过一推出就真无共款，包括有小旅行、共好市集、甲昆味的餐桌等3大主题。市长上午嘛亲身到场行销，欢迎民众8月8号、8月9号踊跃使用定型券来消费。由因青浦馆所赞助，包括来自南区有机农场甲台南在地小农所推出的共和市集，以及5000家饭店的总铺师所主食的海产糜等昆味餐桌，拢是今年南区乐活昆士湾甲过去真无同款的特色。市长应邀参加记者会，第5000家总铺师指导也亲身来做在地风味的海产糜，互大家先体验昆味餐的好滋味。董事会中强调，现在旅游强滚，不过市府一定要求做出品质，以昆士湾的活动做一个上好的模范。迎接我们贵客来临的时候，也希望说要把这个旅游品质做出来，这样子我们跟外岛比起来就会差很多。因为有些外岛或者有一些
一些东部这个离岛的地方他们因为游客爆量，结果就变成加价不加量，那反而是造成旅游品质很多下降的地方。那甚至于人挤人，大家像这个泡水饺一样，在煮水饺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台南市一定是严格遵守而且会严格把这个品质顾好。那欢迎大家来昆禧湾，欢迎大家来参加乐活共好的活动。假是过去拢是由昆禧湾的大庙来承办，不过今年有了企业的大力赞助，共同来行销，真正真无同款。针对南区的在地食材去做搭配，然后还有就是晚上他们就是办8月9号、8月8号的一个活动，然后晚上又到这边来使用，就是风味餐，对，那整个活动就是包括就是这些的活动，还有就是那个市长的那个就是海产粥，那大家就是搭配，然后共同就是推广这一个活动。但是今年的乐活昆禧湾无同款，除了有综合市集、有体验美食、加手作课程以外，其中文化小旅行，包括纳西加海上公路的首航，更是一推出的秒杀。一推出去8月8号、8月9号已经秒杀了啦，4分钟秒杀，而且是价钱多少钱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打那个什么便宜的价钱，1200，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人在我粉丝页，有人在私信给我，区长啊，你难道只办一个8月8号、8月9号吗？有没有可能9月、10月都在南区再办一个不一样的昆禧湾？因为昆禧湾好美哦。这个 idea 很好，我会来很郑重的思考，在研究，希望是真的永续去发展。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昆禧湾活动延后办理，最后决定伫8月8号甲9号的大日来展开，嘛顺续邀请亲子做伙来南区体验过无同款的父亲节。等来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遐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阅读连接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来爱读册节目。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长期投入甲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积极培育因甲相关的人才。会员大会现场特别邀请过去参加过选拔的歌手登来表演，佮邀请远东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学生参加演出，现场热烈温馨。舞台顶歌手热情的表演，甚至行到台下一一发送海报予观众。这毋是虾米演唱会。其实是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所举办的会员大会，因为过去协会拢会投入音乐人才的培养，所以也特别伫会员大会的时阵，邀请过去有参加过协会举办的活动的歌手来表演。对因来讲，也会使讲是一种成果发表会。同时也邀请远东科技大学的流行音乐系学生共同来参与演出。在今天，我们的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有跟以往不太一样，那也跟其他的社团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举办两岸啦，或是我们台湾的一些艺文的比赛，像词曲的创作比赛啦，还有歌星的选拔比赛哦。那今天呢，算是第一次的成果展，他们都已经变成了专业的歌手了，都也出了唱片。也在电视、电台，还有在两岸呢，在做表演。所以今天他们特别到我们的协会要来做这方面表演。那当然，我们也邀请了远东科技大学有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大朋友们要来做一个新秀的一个表演。所以是在一些社团当中呢，会比较活泼，也有比较活力的。会员大会除了有歌手演出以外，协会也讨论了各种的会务。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正常无法度开会，
但是协会拢有持续来运作，未来也将会持续为音乐人才的培育甲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来努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主时国内疫情较稳定，所以各种的经济活动也陆续展开。北部一间葡萄酒的代理商，因为看好台南的市场，特别选择来台南举办品酒会。会中阁特别准备台南在地美食来做搭配，成为品酒会一大特色。葡萄酒是一种国内外拢非常热门的酒类，不管是直接啉，也是搭配各种的料理，拢有无同的风味。北部的葡萄酒代理商因为看好台南的市场，特别南下举办品酒会。25号下午邀请了30位的贵宾参与，共同来品尝来自西班牙的葡萄酒的风味。刚好现在疫情就是比较舒缓了，所以我觉得，在台南跟北部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就会想要推广就是葡萄酒文化交流会这一块，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葡萄酒其实它蛮平易近人，并不会说好像需要很高端啊，或是很 gay 白这样喝，我就觉得可以试试看，跟大家一起交流。会中上特别的就是主办单位准备了台南知名的美食，用来搭配葡萄酒。业者认为葡萄酒并无规定一定要甲什么食材来配合，只要有人介意，就是好的搭配。葡萄酒其实在国外或是在国内，其实我并不觉得说它一定要搭什么食物，因为有时候葡萄酒其实红酒它也能搭海鲜，只是看它在国外它的葡萄品种或是酿酒师调出来的合不合适。对啊，那为什么他们当初会觉得说红酒不搭那个海鲜？是有一些红酒可能它搭会有一些铁锈味。可是我觉得，就是每一种酒都可以拿来试一试。虽然葡萄酒搭配食材会使让食物有更加无同的风味，但是又爱提醒民众，啉酒莫开车，开车莫啉酒。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大师为了弘扬佛教，在50多年前成立佛光山江林学院。现主时，江林学院也将多位法师的故事做整理，发行我伫佛学院的日子这本册。同时，伫佛光山南台北医举办座谈会，由总主持满洲法师、甲江林学院的院长妙南法师等人来分享因的故事。相信想要伫佛法更加深入学习的民众，拢会想到佛光山的丛林学院。这是星云大师为了弘扬佛教所成立的学院。现在因也将当中侪毕业的法师伫学院当中的故事整理成册，出版了《我在佛学院的日子》这本册。希望让更加多人会使更加熟悉丛林学院。在佛光山啊，所有的法师呢，实际上都就读这个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佛光山的这些法师啊，都是佛学院的优秀校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本《我在佛学院的日子》呢，就是在描述这些法师怎么样从这个在家众甚至在社会上呢很有自己的学经历的这个背景，然后愿意来学习佛法，甚至跟着星云大师出家，然后翻转自己的生命。那每一段历程呢，都是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阅读。那有因缘呢，也可以来到我们佛光山丛林学院一起来翻转自己的生命，成就自己的光彩。26号特别伫南台北院举办新册发表会甲座谈会，会中特别邀请台湾大学毕业、原本是会计师的慧让法师来分享伊投入佛教的故事。我本身是台大毕业的，他们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台大的毕业生呢会有这个因缘来就读佛学院，那从这个佛学院当中呢，如何改心换性让自己提升，那今天能够带领大众在人间佛教上努力弘扬佛法我想这是今天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有心的年轻人能够来参与，他会知道其实佛教星云大师带动的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其实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我希望大家也一起来见证这人间佛教的伟大之处。座谈会当中，南台北院的总主持满洲法师也特别分享伊伫学院学习到的3件代志，同时伊也希望会使有更加多人熟悉人间佛教，并投入其中。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亲人认识人间佛教，学习人间佛教，弘扬人间佛教，让人间佛教能够遍满社会每个角落，利益更广大的众生。这本《我在佛学院的日子》将会伫8月4号开始伫网络来发行。如果想要熟悉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民众，
嘛会使来看卖这本册。但新闻国无伊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7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